Hello，大家好，我哋而家中國香港電子商務促進協會咧受到呢個芒果台嘅邀請，我哋而家去華神德啦，我哋去睇新新未？好，我哋而家就正式上咗車啦，我哋搭上呢個去長沙嘅列車。點58分嘅時候咧先至入閘，用咗20分鐘嘅時間咧就可以過關，然後坐馬喺度等開車。我覺得咧係好方便嘅，係方便過機場等候時間，因為機場通常都要2個鐘頭之前就要去到。因為機場嗰啲安檢咧好慢啩，點解我哋要買啲喎？呢個變得好慢。我想安利下呢個網絡點餐系統嘅，即係123零上面就可以點餐㗎。即係佢兩個餐飲服務咁入去咧，之後就輸入你嗰班車嘅車次同埋確認下嗰日嘅日期，之後你再撳下一步啦，之後就揀你嘅上車嘅站同埋落車嘅站，就見到我哋有呢幾間啦，揀咩上車點同埋邊間餐廳你撳入去，之後我哋再撳下一步啦。揀完你想食乜嘢之後，下一步就係可以揀呢個你嘅座位，佢係可以直接配上到座位嘅。係啦，你都可以幫其他朋友嗌喎，之後你可以選擇個座位之後，下一步支付就可以完成㗎啦。